哦，好，早晨啊，各位老友記，早晨，係啦，咁啊，歡迎大家嚟到呢個8月份嘅例會啦，好唔好啊？大家準備好未啊？好，準備好咯喎，咁我哋事不宜遲，就開始呢個8月份啦。咁啊，睇下咯喎，咁我哋中心開放時間咧，明麗樓中心星期一至六朝頭早8點半至下晝5點嘅。咁啊，瓊宮樓係幾點㗎？係啦，冇錯啦，1至6 9點去到5點。咁啊，星期日同公眾假期咧就會休息啦。好，咁啊，今日咧就係例會啦。咁啊，下次例會係幾時啊？下次9月咯喎，下次就係9月1號，都係星期二嘅例會。咁咧都係上晝啦，好似而家咁樣，瓊宮樓10點鐘。下晝嗰場咧就會喺明麗樓啦。咁啊2點半嘅，係啦。咁我哋中心例會咧，同埋報名咧，就係要打翻嚟中心喎，記得。咁啊，打嚟中心預約話出席例會。咁啊，第二日咧都會睇到手機咧，我哋中心 Facebook page 啦，同埋 YouTube 嘅頻道啦，咁啊睇翻我哋個錄播嘅。咁有興趣嘅會員咧，就可以留意我哋嘅通訊啦。咁啊，嗰啲舉辦活動咧，咁啊記得咧，就係8月5號至到8月8號，係啦。咁啊期間咧都可以打電話嚟中心報名嘅，或者行過嚟同姑娘講都得嘅。咁啊，中心咧就會係8月10號進行抽籤。咁中籤者咧就會，我哋中心就會通知大家㗎啦。咁啊，記住留意時間出席活動啦喎。好，咁啊，如果大家咧有意見想提出啊，想同我哋講咧，咁其實都歡迎大家咧喺中心開放嘅時間咧，同我哋當值嘅同事講啦，或者咧係將你哋嘅意見咧放入我哋中心嘅意見箱嘅。咁你哋嘅意見咧對我哋嚟講咧都好重要嘅，咁啊一齊去改善啦我哋嘅服務質素嘅。好啦，咁都要話聲俾大家聽喎。其實中心咧都有啲服務質素嘅標準嘅，咁就係今日就會講標準9同標準10。咁標準9咧係一啲安全環境嘅，咁就話俾大家聽咧，我哋係會咧有一合理嘅步驟啦，以確保咧我哋嘅同事啦同埋大家喺我哋中心咧都會係一個安全嘅環境嘅。咁標準10咧就係講緊咧申請同埋退出服務啦。咁其實咧就係要確保大家知道咧，我哋點樣申請做會員啦，亦都點樣退出服務嘅資訊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知道呢一啲嘅標準嘅。好啦，咁今日咧呢個護老長者嘅資訊啦，咁就係想大家知道啲咩資訊咧？就係認識養老、愛護自己嘅錦囊㗎。係講啲乜嘢咧？講緊咧每個人咧其實都有尊嚴㗎喎。咁咧就唔免受呢個身心嘅傷害啦。咁長者養老呢樣嘢咧，無論係對長者啦，佢哋嘅屋企人啦，或者施虐者咧，都係甚至成個社會咧，其實都係一件唔好嘅事嚟㗎喎。咁所以咧，我哋都要知道點樣去預防長者受虐呢個議題係知道嘅喎，要知道呢個即係信息嘅喎。咁大家知唔知咩叫虐老啊？有冇聽過咩係虐老啊？鬧佢啦！鬧佢，仲有冇啲行為上？好。咁其實咧，虐老咧係講緊咧任何受傷，即係講緊任何受傷或者傷害緊長者嘅福祉或者安全嘅行為，或者你唔做某啲行為咧，都令到個長者咧受傷害咧，其實都係叫虐老嘅。咁其實咧，可以留意下我哋虐老嘅形式啦，有幾種嘅，咁就包括咧身體嘅虐待啦。
精神嘅虐待啦、侵吞財產啦、疏忽照顧同遺棄啦，同埋性侵犯嘅。咁啊，考下大家先，身體虐待有啲咩例子咧？知唔知？打佢係啦，即係可能咧推撞佢啊，或者攞嘢掉佢啊，其實咧會喺一個老友記身上睇到佢表面嘅傷痕咧，都有機會可能都要關注下喎，即係問下佢啲傷勢係點樣㗎？咁咧佢通常都會咧唔願意接受咧睇醫生嘅，即係怕啊嘛。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時刻關注下老友記嘅身體狀況喎，知唔知啊？好啦，咁我哋精神嘅虐待啦，乜嘢係精神虐待啊？知唔知咩係精神虐待啊？講緊啲咩啊？轟炸你，日日你咦應該就未去到虐待嘅，咁我哋都要留意嘅。鬧佢係啦，鬧到佢點啊？鬧到你都鬧到佢喊啦，即係講緊咧佢個心理健康啦，佢嘅行為同態度啦，例如侮辱佢啦、喝罵啦，或者孤立佢啦，長期令到咧個老友記咧喺一個好驚嘅環境之下啦，亦都侵犯佢嘅私隱啦，咁所以咧原來限制老友記嘅活動啊，限制佢嘅自由，其實咧都可能會影響咗佢心理嗰個健康㗎喎。好，咁所以咧，佢哋咧都會有啲情緒狀況啦，就係會好抑鬱啦，亦都好驚唔知點做啦，好驚個照顧者啦，亦都好似俾人疏忽照顧咁嘅狀況啦。咁所以我都要留意下啊，會唔會即係嗰個老友記其實個精神狀況都係唔想同人接觸啦咁樣。好啦，咁去到侵吞財產啦，知唔知咩係侵吞財產啊？吞晒啲財產，吞晒佢啲財產，即係咧講緊咧任何咧涉及咧佢本身長者嘅財產啦，或者罔顧佢嘅利益嘅行為咧，其實喺尤其是係冇經過老友記同意之下咧，攞咗老友記嗰啲財物啊、金錢啊，或者偷偷地咧。將佢嘅錢咧轉到去第二度啊，咁樣，咁所以咧好緊要咧，就係大家要留意自己啲財產啊，即係要得到大家嘅同意之下咧，先可以去運用嘅。咁如果佢冇咗原本嘅嘢咧，或者同你講啊，我俾邊個攞咗啲錢啊，其實都有機會咧係即係有一個侵吞財產嘅狀況嘅。咁所以咧，突然之間啊，嗰啲戶口啊轉咗名，你唔知咧，要留意下喎，知唔知啊？係啦，好，咁啊，跟住疏忽照顧同埋遺棄啦。點為之疏忽照顧啊？唔俾嘢佢食啦，即係基本嘅需要啦，冇足夠嘅衫啦、飲食啦、住宿啦、醫療啦同埋護理咧，其實咧都影響緊老友記嘅健康同埋生命嘅安危喎。咁所以咧，我哋都要留意下咧，會唔會有時候即係身體上面有啲傷口啊，即係疏忽照顧咧，就係長期有啲壓瘡，又冇人幫佢。即係清洗傷口啊！個老友記又比較即係個身體上又見到好多有污糟啊，或者係佢有脱水啊，望到佢比較瘦喎，即係個營養會唔會唔係咁好，同埋經常病，我哋都要留意下嘅喎。咁啊，尤其是咧長時間啦，冇人陪佢啦，然後周圍喺條街度遊走咧。咁都可能有機會咧，係即係可能個照顧情況就不足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要留意下身邊嘅老友記有冇呢個狀況喎。好，咁遺棄咧就係講緊咧，可能長期咧都冇人理佢嘅，佢自己一個生活嘅。咁其實
都有機會咧係真係冇即係冇人探佢啊，都可以定義為即係呢個遺棄嘅狀態嘅。好，咁啊，最後一個咧就講緊性侵啦，咁就係講緊咧施虐者啦同老友記展示自己嘅性器官啦，或者非禮啦，或者強迫進行性行為咧，都係觸犯咗呢個性嘅侵犯嘅。咁所以咧，大家都要保護自己啦，係啦，即係見到啲唔好嘅嘢，我哋就避開佢啦，即係唔好俾呢一啲嘅嘢。影響到自己啦，咁都有機會係涉及到性侵犯嘅。咁所以如果見到咁多，即係頭先講啦，無論係身體啦、精神啦、財產啦、疏忽照顧啦，同埋性侵犯嘅時候咧，如果係你，你會點樣幫個老友記啊？報警係啦，冇錯啦，就係咧盡快向有關專業人士啦，例如社工啦、醫護人員啦、警方咧尋求協助啦。咁但係咧，我哋都要知道咧，呢啲專業人士咧都會盡量咧，其實尊重緊老友記嘅意見啦，會用恰當嘅方法去保護佢哋啦，同埋幫佢哋嘅。咁所以咧，喺保障老友記嘅安全嘅前提下咧，其實佢哋都會幫手。即係幫下施虐者啦，解決翻咧嗰個個人同埋家庭嘅問題啦，咁樣希望咧可以即係包括改善埋施虐者嗰個關係。咁所以咧，當遇到呢啲事嘅時候，其實唔好驚，更加要行出嚟啦，同埋講出嚟表達翻，知唔知啊？係啦，咁所以咧都有一啲可以聯絡啦，長者中心啦，或者受虐長者而家接受緊佢哋有冇啲服務啦，同埋同翻附近啦嘅社工講啦，或者打去社署熱線啦，同埋向情熱線同埋指虐員嗰個危機熱線嘅。咁好啦，咁所以咧大家咧都要多多留意啦，同埋知道咧呢一啲虐老嘅資訊啦，等自己都有個。即係有需要就幫人之餘，亦都要自己掌握呢啲內容啊，知唔知啊？好，好，跟住咧嚟到我哋嘅服務宣傳啦。好，服務宣傳咧就係講緊人生下半場啊，咁咧都擺咗啲單張咧，有需要可以攞啦。咁係講緊咧本年度中心咧獲社會福利署撥款資助2026年至2028年嘅老有所為活動計劃，人生下半場 Second Half。係啦，咁啊活動咧就係希望咧長者咧可以揾到人生嘅下半場啦，發展唔同嘅方向啦，唔同嘅技能啦，咁亦都透過呢啲技能啊，咁啊回饋翻社區啦。咁啊如果有興趣學習以下嘅活動嘅義工咧，就可以參與唔同嘅體驗活動，咁啊繼續用義工嘅身份咧服務翻社區啦。咁你見到入邊都有好多體驗活動嘅，例如攝影啦，咁就會幫手提升攝影嘅技能，為體弱嘅老友記咧進行服務嘅，同埋正能量篇啦，透過大笑運動咧為社區帶來正能量，仲有啲烘焙啊，透過學習烘焙咧發展個新興趣，咁啊同時可以服務社區，係啦，咁啊令到人生更精彩啦〜咁啊，仲有手工藝啊，中意玩手工嘅咧，亦都可以即係透過呢個計劃咧，點樣整一啲可愛嘅公仔啦。咁呢啲整出嚟嘅公仔咧，都會咧用作探訪禮物嘅，咁就送翻俾社區人士啦。咁學晒呢啲技能之後咧，就譬如就會服務翻社區啦。譬如就係相片嘅送贈啦，咁就會用翻啲簡單嘅技巧加工之後咧，就將佢整成一啲節日嘅賀卡啦，送俾社區人士啦。咁亦都會咧喺生日嘅祝福上邊咧，係探訪入邊咧整一啲手工送俾佢哋做生日嘅祝賀啦。咁最後咧就會製作人生相冊，為體弱嘅老友記影相啦，同埋整一本相冊，咁留低美好嘅回憶啦。咁所以簡單啲嚟講咧，呢一度嘅計劃咧，就係體驗、深化
服務社區啦，係啦，咁如果有興趣參與呢個計劃嘅話咧，就可以揾社工陳生啦去做呢個報名，或者喺嗰個通訊上面咧都有個 QR code 可以掃嘅，咁就可以去報名啦。好啦，仲有服務宣傳啊！呢期嘅服務宣傳咧，就想講精彩人生，重新出發。咁就係義工大招募啦。想喺社區入邊咧揾大家嘅無名英雄啊！咁其實中心有好多默默都付出緊嘅無名英雄咧。無論係上門探訪定係帶唔同嘅活動，其實都有佢哋喺身邊，咁所以咧都想邀請大家有興趣，亦都可以加入義工活動啦。有唔同嘅培訓啦，識下朋友仔啦。介紹下我哋而家中心有咩義工活動啊？有咩義工活動啊？中心係啦，冇錯啦，就係有探訪啦、電話慰問啦、街站宣傳啦，同埋賣旗啦。另外咧都有啲藝術啦，同埋見到嘅活動，例如認知加油站大使，就係同佢哋一齊陪住啲老友記啦。訓練個認知能力啦，同佢哋玩下啦，仲有大笑小隊啦，傳播笑聲啦、手工藝啦，同埋動 L 靜 L 啊，即係又動得又靜得嘅，又可以做運動，又可以玩桌遊嘅義工。你哋有興趣咧都可以幫手喎。仲有一個嘅最強嘅後盾，全方位協助。支援中心唔同嘅活動，就係幫我哋中心咧唔同嘅節日嘅慶祝啦，例如生日啦、旅行啦，其實咧你哋都會成為我哋得力嘅助手噶喎。例如生日會嘅義工啦，去旅行亦都想幫手睇住啲老友記啦，呢度都發揮到你哋嘅精神噶喎。所以咧，如果你哋有興趣咧，一齊參與啦，一齊陪伴啦，所以咧，你哋都可以揾黃姑娘啦，即係我啦，一齊咧做，或者揾相關同事啦，都可以加入呢個義工嘅團隊嘅。好啦，交俾李姑娘再講下加入 WhatsApp 社群嘅方法啦。好，大家好啊！由我講下呢個加入，多謝多謝加入呢個 WhatsApp 社群嘅方法啦。大家有冇加入到我哋嘅 WhatsApp 社群啊？有啊嚇。如果我哋中心咧，呢個 WhatsApp 社群嘅用途咧，就係我哋中心咧就單方面發放一啲資訊俾大家嘅，譬如嚟緊生日會仲有位喎，你哋如果係8、9月生日嘅咧，你哋可以嚟交費啊、報名啊咁樣，又或者有啲譬如突然間有啲健康講座，仲有位，你哋如果想聽嘅又可以嚟啦嚇。仲有譬如有大戲戲飛啊，又或者派月餅啊，或者派粽啊，我哋都會喺呢個社群嗰度通知大家嘅嚇。所以咧，如果你加入咗呢個社群咧，你就可以第一手資料知道我哋中心嘅資訊啦嚇。如果你係有玩開 WhatsApp 嘅，最好我建議你哋咧就加入我哋呢個社群啦嚇。就加入呢個社群好簡單嘅。如果你有嗰個 WhatsApp 嘅應用程式嘅，你可以scan 翻我哋嗰個二維碼，就可以入到噶啦。如果你唔識嘅咧，唔緊要啊，你可以咧嚟我哋中心揾我哋嘅同事幫你，都可以嘅嚇。到時咧就我哋如果有消息咧，你就可以喺 WhatsApp 嗰度收到噶啦嚇。好，跟住咧，我哋講下呢個颱風同暴雨嘅安排啊嚇。因為咧而家呢個夏季咧就好多啲暴雨啊，一陣啊黃雨，一陣紅雨啊咁樣。同埋有時3號風球啊、8號風球啊咁。所以咧就解釋一下我哋中心嘅運作啦嚇。如果1號風球
3號風球同埋紅色暴雨啊、黃色暴雨咧，我哋中心都會開放嘅。咁但係如果3號風球或者紅雨嘅咧，我哋嘅偶道會暫停㗎嚇，即係咧冇得打牌、冇得踩單車啊嗰啲，但係你都可以落嚟啊睇下電視或者拍卡都可以嘅嚇。咁當然啦，如果你覺得我喺屋企好悶啊，我想落嚟睇下電視咁得唔得啊？可以嘅嚇。同埋有時或者你經過你又突然間冇帶遮喎，咁當然要入嚟避下雨啦嚇。等個大雨過咗之後，咁跟住先至走都可以嘅嚇。咁啦就但係咧喺3號風球同埋紅雨咧，我哋中心嘅活動同埋小組咧，全部都會取消㗎啦。呢個咧就係我哋以朝早如果上晝嘅活動咧，就以朝早嘅7點鐘為界限，即係如果7點或者之後係曾經紅雨嘅咧，我哋上晝嘅活動都會取消㗎啦嚇。就算你譬如我上下堂，我聽緊講座喎，突然間紅雨咧。咁我哋都會有職員過嚟同你講，唔好意思啦，我哋要暫停啦，要取消啦，咁或者咧就如果係一啲班組嘅咧，就或者會第日補翻堂俾你咁樣啦嚇。咁因為咧，我哋唔想到天氣變得太過壞嘅時候，譬如突然間又黑雨喎，咁咪大家坐喺度走唔到咯。個天氣太過惡劣嘅時候就走唔到噶啦嚇，咁所以有啲又話，紅雨喎，我已經上緊堂喎，你可唔可以俾我上埋先啊咁樣？咁我哋中心咧都唔會啦嚇，因為咧唔想到天氣太惡劣嘅時候大家走唔到就同埋咧老師都要走啦，係咪先啊？有時老師都或者要住得遠咁樣，或者有啲同學都住得遠噶嘛嚇，咁所以我哋都要暫停啦嚇。唔好意思啦嚇，咁仲有咧就係所有嘅戶外活動咧都會紅雨3號風球或以上嗰啲都會係暫停啦嚇。咁所以而下晝嘅活動咧，我哋就以12點鐘嚟為界嘅嚇。如果12點鐘打後係曾經紅雨或者3號風球咧，咁下晝嘅活動咧都會取消噶啦嚇。咁如果大家唔明白咧，唔緊要噶，可以打電話嚟。我哋中心嗰度問清楚都可以咁如果8號風球同埋黑雨咧，咁我哋中心當然唔會開啦。咁但係如果係突然間黑雨咧，我哋中心咧都係會開放俾你哋嚟避雨或者睇下新聞當時嘅天氣係點我哋都可以，我哋都會嘅咁但因為我哋中心都如果係突然間黑雨咧，我哋中心都係會我哋職員都會喺度做嘢嘅好，咁大致係咁樣啦如果有唔明白咧，可以問翻我哋職員啦。好，咁跟住咧就講下我哋中心嘅設施同埋服務啦。咁我哋中心咧就有呢個輪椅嘅租借啦輪椅租借咧就一個月咧就係45蚊一個星期就15蚊。咁如果你係譬如綜援戶又或者你即日還翻俾我哋咧，就係唔需要交費嘅我係免費嘅。咁如果有需要咧，我哋都可以續借一次俾你嘅咁當然啦，你如果我哋都唔想太多嘅續借，譬如我續完1個月，跟住又1個月，成年都喺度借咗我哋個輪椅，咁我哋個輪椅咪唔可以服務其他嘅有需要嘅人咯咁所以咧就希望，如果你真係有需要成年都續借咧，可以同我哋嘅社工傾下或者有冇需要或者買翻布咁樣啦咁如果有困難咧，就記得同我哋講咯咁好啦，咁跟住咧就另外我哋中心咧都有一啲桌上遊戲魔力橋牌或者一啲 Switch 咁樣去借俾大家去玩嘅。咁而魔力橋牌咧，我哋上晝10點至11點，同埋11點至12點，就每次就係1個鐘。咁跟住下晝咧就2點至3點，同埋3點至4點。咁咧就每日咧就只限玩2個鐘嘅啫。
咁如果你上晝玩咗1個鐘嘅咧，下晝只可以玩1個鐘。如果你上晝冇嚟玩，我下晝一次過玩2個鐘咧都可以嘅嚇。咁點解我哋要有個限制咧？就係咧唔想大家太過沉迷啊嚇。咁因為咧太過沉迷咧對身心都唔好啦嚇。希望你咧可以唔好成日都坐喺度希望你都可以玩下參與下其他嘅活動咁所以先至有咁嘅安排嘅。咁另外咧，我哋中心又有健身單車啦、腳踏車啦，同埋呢個拉繩去借俾大家玩嘅。咁拉繩咧就只限明麗樓啦。咁健身單車同埋腳踏車，我哋明麗樓呢邊都有嘅嚇。咁咧呢個咧就係上晝9點半至下晝4點咁限時到30分鐘。咁但係大家咧都要睇住自己個能力喎。譬如你踩3個字已經覺得攰啦，咁梗係唔使踩30分鐘啦嚇。量力而為嚇。或者你唞一陣先至再玩過都可以嘅嚇。好，跟住下邊咧就係下邊咧就係06年至0806至26至27嘅續會安排啊。咁我相信在座大家都續咗會㗎啦嚇。咁咧就不過咧有啲或者我想朋友入嚟入會，咁而家我哋都收㗎嚇。佢可以帶埋佢嘅身份證啦。同埋21蚊咁嚟到問翻一啲佢個人資料，咁就可以入到會㗎啦。咁而有啲咧真係未續會嘅，咁可以都嚟續咗會嚇。因為咧，譬如我哋中心有啲咩活動或者係一啲派發嘅物資咧，都只限係會員嘅嚇。咁所以咧就如果有啲朋友佢未續會嘅，你都可以提下佢入嚟續咗會先啦嚇。另外仲有呢個。我哋中心嘅冷氣開放同埋飲用水嘅安排咁咧就因為而家天氣炎熱所以我哋中心咧都設有飲用水啦咁咧就喺嗰個 counter 嗰度嘅咁大家有需要咧都可以自己去斟啦而空調咧我哋即係開放我哋中心開放咧都要開空調俾大家嘅因為唔想大家會中暑大家如果出邊天氣好熱咁我入嚟涼下冷氣都幾好㗎睇下電視咁樣。咁如果大家打牌嘅時候咧，我哋都會間房咧都會開翻冷氣希望大家唔會話因為太焗因為始終一間房仔坐咁多個人咧如果太焗咧可能好容易有細菌感染所以我哋都會開翻冷氣。如果大家有需要驚凍最好咧就帶翻件衫啦如果凍嘅時候可以着翻衫咯尤其是我哋譬如呢個禮堂，我哋有時譬如舉辦一啲活動，譬如睇戲睇成2個鐘。坐喺度2個鐘咧，可能都會坐下都凍㗎咁所以咧都係帶翻件衫嚟就會好啲啦。咁好，下邊咧就係我哋中心嘅 Facebook 專頁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中心喺面書上面嘅專頁咁又係會擺放一啲我哋中心嘅資訊啦，譬如係我哋嘅會期嘅最新嘅月訊同埋我哋譬如譬如開咗例會之後嘅錄影片段我哋都會擺上去。咁如果你唔得閒落嚟參加例會，或者唔得閒嚟攞我哋嘅月訊，都可以喺網上面睇到啦只要掃呢個二維碼咧，咁就可以入到呢個專頁㗎啦。好，咁跟住就我哋開始講呢個活動嘅資料啦中間呢頁啦全部都係我哋中心嘅活動啦講下你哋如果報名咧，記得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職員講咧，係最右手邊嗰個號碼，譬如01嗰個活動03嗰個活動或者13嗰個活動咁樣，咁我哋就好明白如果唔係咧，有啲人話我參加8月6號嗰個活動咁
姑娘咧要有排睇啊，睇下邊個係8月6號做嘅活動，咁啊會阻咗啲時間啦嚇。好，咁啊而家開始講啊，咁啊另一個活動咧就係大笑日常啊，咁就係8月17號就外間義工帶領啦，8月24號就係中心都係外間嘅義工帶領喎嚇。咁咧兩個活動咧都係喺呢個朝早11點至11點9舉行，咁啊喺8月17嗰個咧就喺瓊公樓啦，8月24嗰個咧就喺明麗樓舉行嘅嚇。咁啊大笑日常呢個活動咧就係一啲大笑運動啊嚇。咁啊因為笑咧對身體好有益㗎嚇，可以擴張你個肺啊嚇。個肺功能好啲咧，條氣都順啲啊嚇，咁啊大家身體都會好啲嘅嚇，咁所以呢個咧，除咗係開心之餘咧，其實對身體係好好嘅嚇。咁啊，第02嗰個活動咧就係健康老友記啦。咁呢個咧就係9月7號星期一，下午2點半喺奇峰樓舉行。咁就係方生負責嘅。咁呢個咧就要費用10蚊嘅。咁啊係一個東華學院中西醫護康復中心嗰啲同學仔咧嚟到，就同大家量下血壓啊、驗血糖啊、磅重啊，咁啊進行呢個6道聯無線心電記錄儀嘅檢測啊，check 下心電圖啦，即係睇下 check 下嗰個身體嗰個健康狀況啦嚇，咁呢個都幾好㗎嚇，呢個活動咧係唔需要空肚㗎喎嚇，到時大家都可以照常食嘢。到時方生譬如俾咗個時間你，叫你幾點嚟嘅，咁你咪到時早少少，早3個字過嚟，坐定定，一陣先至量血壓，咁最好啦嚇。呢個都好啊嚇，對check 下身體啊嚇。跟住03呢個活動咧就係玉兔花燈工作坊，呢個咧就係陳佩蘭姑娘負責嘅，咁就係9月8號星期2上午10點至到11點半喺瓊公樓舉行。今次嗰個費用咧就係20蚊，收翻啲材料費啦嚇。佢會教大家做一個花燈啊，係有燈嘅喎，入邊真係啊。呢個咧因為就嚟中秋啦嘛嚇，教大家做下啲花燈如果完成之後，大家又可以將個作品攞翻屋企擺下應一應節咁樣啦嚇。好，跟住04呢個活動咧就係能源效益及節約講座，就係8月24號星期一下晝2點半喺瓊公樓舉行嘅，方生負責啦，名額30位，費用全免嘅。今次咧就請到呢個機電工程署嘅職員咧過嚟講解下呢個能源分類啊、能源標籤啊，同埋一個可再生能源啊，同埋一啲照明設備啊，同埋有啲家居嘅小貼士啊，幫下即係教下大家點樣慳電啊，或者點樣唔好咁嘥電啊咁樣啦嚇。如果有興趣咧，就聽日可以報名啦。跟住05呢個活動咧就係懷舊金曲唱不停啊！呢個咧就係每2個月都會舉行㗎啦嚇。8月14號下晝2點鐘喺瓊公樓啦。名額今次多咗啦，20位嚇，因為咧越嚟越多人參加，所以咧就俾多啲名額啦嚇。但係咧就每人咧就只可以唱2首歌，輪流嘅，到抽籤輪流出嚟唱啦。就因為20人可能會等得，如果你唱完第1首之後，可能第2首會等得比較耐啲啦，大家俾啲耐性啊。好，但係都係志在大家一齊玩一齊唱歌嘅啫嚇。如果你想聽歌，我唔識唱歌，我淨係想聽歌嘅啫，咁都可以嘅。你可以照報名嚇。到時李姑娘就會問你想唱歌定聽歌啊會再邀請你嚟聽歌嘅嚇。另外咧就06呢個活動咧就係迎新樂相聚啊。
咁呢個咧就係俾一啲新日會嘅會員去參加嘅，因為呢個迎新會咧係旨在介紹下我哋中心嘅服務啊、設施啊、同埋等佢哋認識下我哋中心嘅職員嘅嚇，咁所以咧就只限新會員參加啦。咁如果你以前未參加過，咁即係你係好新會員啊，你又唔熟悉呢度嘅，你想參加咧都可以同阿李姑娘講聲啊，都或者可以嚟認識下我哋中心嘅嚇。咁我哋咧就今次咧係由4月20號開始入會嘅會員咧就可以參加啦，即係4月20號打後先至入會嗰啲咧都可以報名嘅啊。咁咧完咗之後咧，仲會有份迎新嘅禮物送俾大家嘅嚇。咁跟住07呢個活動咧，就係暢聚美食坊啊。咁咧今次咧就會煲呢個扁豆薏米五指毛肚瘦肉湯啊。咁啊五指毛肚咧就嗰個功效都好好㗎。去濕啦、行氣啦、健脾啦，同埋咧都會潤肺止咳啦，好啱呢啲天氣去飲嘅。咁呢個咧就係8月20號下晝2點3喺瓊宮樓舉行，費用15蚊。咁咧我哋今次飲湯之餘咧，我哋仲即係而家我哋飲湯之餘咧，仲會係安排大家唱歌嘅。咁如果你中意唱歌咧，咁啊飲完啲湯好潤喉嘅時候咧，就可以唱歌啦，唱啲靚歌俾大家聽下啦嚇。咁啊嚟聽歌都得㗎嚇。咁啊飲完碗湯，我哋坐喺度聽下大家唱歌咁樣都好啊嚇。好，咁跟住08呢個活動咧，就係阿陳生負責嘅男人幫啊嚇，咁咧就係8月25號下晝3點半喺明麗樓舉行。咁佢呢個咧就係只限我哋中心嘅男會員參加嘅，咁啊會同啲男會員傾下偈啊嚇，發掘下佢哋啲潛能啊嚇，咁等我哋啲男會員咧多啲參加我哋中心嘅活動啊嚇。咁另外09呢個活動咧就係有型健康生日會啊，咁咧呢個咧就係我哋8、9月份生日嘅會員參加嘅，咁咧就係8月26號上晝10點喺瓊宮樓舉行，費用咧就係50蚊嚇。咁咧我哋就每次嘅生日會咧都因為地方有限啊，所以名額唔會好多啊嚇，所以如果咧你係8、9月生日而又想參加生日會，開心下咧，就記得快啲啊！唔止報名啊，快啲俾錢交錢啦嚇！咁因為我哋交錢作實啦嚇，因為即係啲名額都好少啊嚇。咁咧我哋咧次次咧都會有啲職員啊，有個主題啊，同大家玩下啦，唱下歌啦，跟住又派禮物啦，同埋我哋咧就會叫啲點心翻嚟同大家食㗎嚇。咁所以咧係又有玩又有食又有得禮派禮物喎嚇，咁其實好好玩好抵啊嚇，好，跟住咧就10呢個活動，咁呢個咧就係每個月都有嘅睇電影啦嚇，咁今次嘅電影咧就係《上海之夜》啊嚇，咁呢套電影咧就其實好似係80年代嘅，咁但係咧佢喺近排唔知2020-2021嗰時曾經咧就係佢數碼化就變得係清晰咗，咁曾經喺呢個電影院咧，亦都再次上映過㗎。咁呢個版本咧係清晰好多嘅。咁咧就係由鐘鎮濤、張艾嘉同埋葉倩文做嘅，就講咧抗日戰爭嘅時候嘅上海啊嚇，咁有間夜總會嘅小丑出身嘅作曲家啦，即係鐘鎮濤啦嚇，咁同一個歌女即係張艾嘉嘅愛情故事，咁當中咧就會有啲浪漫情懷啦嚇、懷舊啦嚇，同埋有歌聽啦嚇，同埋咧都有啲搞笑嘅成分㗎嚇，呢個咧就係8月28號下午2點鐘喺瓊宮樓舉行啊！咁我哋通常睇電影咧都係喺瓊宮樓啦，因為地方大啲，同埋咧通常都係2點鐘大家準時入場，唔使話睇少咗啊！
個開場部分啦嚇。好，咁跟住咧就11呢個活動咧就係參觀香港文物探知館啊。咁今次嘅主題就係漢代盛世。咁呢個咧就係阿佩蘭姑娘負責啦，就係9月4號星期五上晝10點至2點。咁啊集合地點咧就喺明麗樓。咁啊集合時間就係10點鐘。咁啊費用全免嘅。咁啊集合咗之後咧，咁啊大家會一齊坐旅遊車去到呢個文物探知館去睇呢個漢代盛世呢個主題啦。咁呢個咧其實就係佢展示當時漢代社會各階層嘅生活面貌咁啊同埋以及香港早期海上絲綢之路嗰個貿易嘅關係啊、發展啊咁樣嘅。咁呢個咧就有1小時嘅導賞活動添嚇。咁啊如果你到時咧係會有導賞團咧，導賞員咧就帶領你哋咁啊講解呢個漢代嘅文物嘅嚇。咁大家如果如果外出嘅活動啊、旅行都係啦嚇，咁啊要着啲輕便嘅運動裝啦、運動鞋啦嚇。咁啊呢個咧就係不設午餐㗎嚇。咁大家咧記得食咗早餐先至嚟集合咯喎。同埋因為佢嗰個館裏邊咧係唔准飲食㗎嚇。咁我諗水可以飲嘅嚇，大家都可以帶水嘅嚇，飲下都應該冇問題嘅。咁但係就唔可以食嘢啦嚇。好，跟住12呢個活動就係呢個彩雲腦洞樂啊。咁咧就係外出服務嘅，咁係義工訓練嚟嘅。咁呢個咧就係8月11號上晝9點9至12點半。咁啊集合地點咧就係喺明麗樓啦嚇。咁啊記住，我諗大約或者9點半到集合啦嚇。咁啊陳生負責嘅。咁啊義工咧就可以參加啦嚇。咁啊費用全免。咁呢個咧就係呢個彩雲腦洞樂咧，就係我哋中心發展嘅一個桌遊嚟嘅。咁義工咧就可以一齊出去，咁啊可能同其他團體介紹下呢副桌遊啊。咁因為呢副桌遊咧，其實都係可以預防認知障礙，宣傳呢個預防認知障礙嘅信息㗎嚇。咁希望可以將呢個理念咧帶到不同嘅社區啦嚇。好，跟住13呢個活動就係人生下半場手工藝篇嚇。咁呢個係老有所為嘅活動嚟嘅。咁舉辦日期咧就係8月13號、20號、9月嘅10號、17號同埋10月嘅8號、15號嚇。咁呢個喺明麗樓舉行嘅，就費用全免。9點半至11點半。咁義工優先參加啦嚇。咁名額10位嘅啫。咁咧係由社會福利署嘅老有所為計劃贊助嘅嚇。咁咧呢個係教咩咧？就係女姑娘咧教大家做用啲扭棒做一隻狗仔嚇。咁應該啲狗仔咧就好得意㗎。咁做咗出嚟咧，咁就可以將啲作品咧送俾一啲探訪嘅對象咁或者做一啲展示作品、展示你嘅作品喺我哋中心咁樣嘅嚇。咁跟住14呢個活動咧就係社區關懷探訪咁呢個就係阿黃姑娘負責啦，就係8月13號星期四下晝2點半至4點喺明麗樓舉行嘅。咁就歡迎啲義工參加啦，或者有興趣參與嘅長者都可以歡迎佢哋參加嘅。咁呢個咧就係做一個探訪啦嚇。咁喺希望可以探訪我哋中心嘅會員啦，譬如一啲獨居雙老嗰啲會員向佢哋呢個送出呢個關懷啦嚇。咁跟住15呢個活動咧就係人生下半場正能量篇呢個都係老有所為嘅活動嚟㗎嚇。咁呢個咧就係8月20號同埋27號星期四舉行。
咁係下晝2點半喺明麗樓啦，咁都係阿黃姑娘負責啦。咁咧呢個咧係除咗中心義工之外咧，亦都係歡迎有興趣參加嘅長者都可以嘅嚇。咁費用全免。咁咧就希望可以傳遞呢個笑聲推廣正能量係俾人啦，同埋燃亮自己好有意義㗎嚇。咁跟住16呢個活動咧就係人生下半場老有所為嘅外出攝影篇啦。咁呢個係進階喎嚇。咁咧所以咧就希望咧早前參加過攝影班嗰啲義工咧可以優先參加嘅嚇。咁呢個咧就係8月21、28、9月4號、11、18號下晝2點半喺明麗樓舉行嘅。咁呢個咧都係由社會福利署嘅旅遊所為贊助啦嚇。好，咁跟住咧就交翻俾黃姑娘啦。好，咁跟住就會講下一啲護老者活動啦。第17個，方生負責嘅優惠訂購雅培奶粉。咁就係8月6號同埋9月3號，星期四下晝2點半至4點，咁就喺明麗樓嘅接待處啦。護老者優先嘅，咁名額35位啦。咁呢個活動係同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合辦嘅，主要係優惠價去購買呢個雅培奶粉啦。好，咁跟住咧第18個活動就係陳姑娘負責嘅祝福驛站，表達藝術4重奏，就係道謝之旅啦。有2場嘅，第一場咧就係8月10號星期一，或者第二場8月17號星期一，就係上晝10點至12點鐘。費用全免嘅，每場嘅名額就15位，護老者會員優先。主要係講緊道謝咧，係講緊4道人生咧，其實都好重要嘅一環嚟嘅。透過和諧粉彩一齊回顧翻咧喺我哋生命入邊嘅人啦、事情啦，答謝翻佢哋過去為我哋做嘅一切啦，等我哋都感受到咧係有關懷嘅。呢個活動咧係由華永會2025年度嘅慈善捐贈計劃資助嘅，係啦。第19個活動就係身體分析站，由方生負責嘅，就係8月12啦、19啦、26啦，星期三其中一節就得啦。就係下晝嘅2點3至4點3，就會喺瓊宮樓嘅健體閣度進行嘅。護老者優先啦，名額36位，費用全免。用呢部身體成分嘅分析儀，為各位老友記咧，監測下自己身體裏邊嘅脂肪啦、肌肉啦、水分嘅量度啦，可以睇翻自己嗰個身體狀況啦，咁樣。好，跟住第20個活動，就係優惠訂購3花奶粉，就係8月13星期四下晝2點半至4點，明麗樓接待處，都係以優惠價購買呢個3花奶粉，就同呢個雀巢3花合辦嘅個活動。好，跟住第21個活動啦，就係護老者講座手部退化性關節炎講座就係8月17號星期一，時間上晝10點至11點，喺瓊宮樓禮堂嘅，名額30位，護老者優先，費用全免。呢個講座咧就係講解手部嘅退化性關節炎嘅成因啦、症狀啦、治療啦同護理嘅方法啦，就保護翻咧手部嘅關節嘅手質啦，同埋手部嘅運動。呢個活動咧係同衛生署合辦嘅。好，第22個活動啦，祝福驛站表達藝術4重奏，呢個就講道歉之旅啦。陳姑娘負責嘅，
咁啊8月24號星期一上晝10點至12點。瓊宮樓禮堂咁啊，護老者會員優先啦，咁名額15位，費用全免。今次呢個咧係講道歉啊，咁喺四道人生入邊咧都好重視嘅一環嚟嘅，咁即係透過咧呢個舞蹈嘅動作治療啦，學習點樣道歉啦、原諒啦，將心入邊咧好愧疚嘅説話啦，想講出嚟啦，或者點樣放低呢啲説話啦。咁呢個活動咧都係由華永會2025年度慈善捐贈計劃資助嘅。好，跟住咧第23個活動就係陳姑娘負責嘅花茶之約，就係8月25號星期二上晝10點半至11點半。瓊宮樓禮堂進行嘅，咁都係護老者優先啦，名額12位，費用全免。咁就係一齊咧去品嚐呢個花茶，一齊再去討論呢個電視劇嘅精彩片段。咁就希望咧透過呢啲影片入邊啦，俾護老者咧可以喺戲入邊睇到人生，咁就輕輕鬆鬆咁樣講呢個四道人生啦。咁啊，第24個活動，咁就係護老者講座，護老者嘅情緒認知及支援講座。咁啊，陳姑娘負責9月2號星期三上晝11點至12點，瓊宮樓禮堂。咁啊，護老者優先，名額30位，費用都係全免嘅。咁啊，主要係分享一啲咧，一啲情緒啦、認知啦、相關嘅知識啦，咁令到護老者點樣了解、點樣抒發自身嘅照顧壓力啦，亦都關顧下自己嘅身心健康啦。咁呢個活動咧係同撒瑪利亞會合辦嘅。好，第25個活動啦，就係健康運動站。咁啊，係9月2號、9號、16號、23號，咁就係逢星期三有4堂，咁就係下晝嘅2點3至4點3，瓊宮樓健體閣。咁啊，護老者優先，名額12位，費用全免嘅，咁啊方生負責嘅。咁就係呢個震動治療機係有助咧呢個刺激你哋嘅肌肉收縮啦，增加呢個血液嘅循環啦，提升呢個骨質嘅密度啦，舒緩翻呢個關節嘅壓力啦。咁每位參加者咧，其實可以連續咧使用4星期嘅每節10分鐘嘅治療咧，咁咧。就係咁樣啦，咁咧就係要符合咧健康咧申報表啦，即係大家要符合佢個健康申報表嘅要求啦，同埋血壓嘅正常情況下咧，先可以用呢一部嘅震動治療機啦。咁有興趣詳細咧都可以問翻方生啊。咁第26個活動咧就係祝福驛站遠餐團接觸。係啦，咁啊負責就係陳姑娘同方生啦，咁就係9月3號星期四下晝嘅2點半啦至4點半啦，喺瓊宮樓禮堂啦，咁就係護老者會員優先啦，名額20位，費用全免嘅，咁就係透過咧一啲遠餐啊，咁啊俾照顧者啦或者護老者了解翻咧吞嚥困難同埋照顧嘅時候咧要留意啲乜嘢啦，咁樣推廣翻咧我哋老友記嘅友善遠餐文化。咁咧呢個活動咧都係由華永會2025年度慈善捐款計劃資助嘅。好，跟住第27個活動啦，咁就何姑娘負責嘅。咁就係互撐角落月滿賀中秋，9月18號星期四下晝2點半至4點，瓊宮樓禮堂，護老者優先，名額30人，費用全免。咁當日咧就會介紹一啲護老者活動之餘咧，亦都想咧一大班嘅護老者聚首一堂啦，玩下遊戲啦，茶聚慶祝中秋節啦，咁啊俾大家咧可以歡
一齊歡度一個輕鬆快樂嘅下晝啦。好，跟住就到交互護老者活動啦，咁係第28個方生負責嘅舒壓運動操護心健康操啊，咁咧就係8月20號星期四上晝10點至11點，屏東樓禮堂。咁啊，對象咧就係交互護老者啦，同埋被照顧者嘅。咁啊，名額20位，費用全免啦。今次嘅主題咧就係護心健康操，透過一啲健體運動啦，同埋一啲低強度嘅動作，都可以強心健肺，係啦。咁呢個活動咧，亦都可以改善到血液循環啦，提升大家嘅身體耐力嗰個程度嘅。咁啊，呢個活動咧就同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合辦。好，第29個活動咧就係照顧充電站啊，咁啊方生負責嘅8月20號星期四下晝2點半至4點鐘，瓊宮樓課室。咁啊，交互護老者同埋被照顧者，咁啊名額5位，費用全免嘅。咁啊，主要咧係每月中心咧都會提供一啲暫託嘅服務啦，為護老者咧看顧一啲老友記啦。咁呢啲老友記咧都可以喺中心參與一啲健體嘅同埋健腦嘅活動，咁啊享受一個快樂嘅下晝啦。好，跟住嚟到啦，就係智老友活動，咁啊訓練下腦筋啦。咁啊30號活動，方生負責嘅認知加油站，咁啊8月10號星期一上晝10點至11點半喺瓊宮樓禮堂，咁啊為咧早期認知能力退化啦，或者初期認知障礙症嘅老友記。咁啊，名額咧就5位嘅，費用就全免嘅。咁就主要咧喺中心咧會咧特定安排一日咧做呢個認知加油站嘅活動啦。咁啊，俾大家咧成為智老友啦。咁啊，一齊咧同個腦袋加油啦。咁啊，提升大家個認知嘅能力啦，同埋識下朋友仔，維持社交嘅生活啦。好，跟住第31個活動咧，就係腦動樂健腦訓練，女姑娘負責嘅，咁就係8月10號星期一、8月26號星期三，咁就係下晝2點3至3點15分，咁啊明麗樓課室，咁啊中心會員啦，名額15位，咁啊主要玩一啲桌上嘅遊戲啦，就係訓練下腦筋啦，咁啊識下朋友仔啦，咁啊一齊開心下啦。咁啊第32個活動啦，就係人生下半場義工培訓老有所為，咁啊郭姑娘同陳生負責啦。咁咧就係8月12號同埋19號星期三，名額10位嘅。咁咧個集合地點咧改咗喺瓊宮樓啊，咁大家留意翻啊，瓊宮樓課室啊呢一個。咁啊下晝嘅2點至3點半，義工優先啊，咁費用全免啦，主要係俾義工咧分別知道咧體弱啦，患有認知障礙症嘅老友記佢哋嘅特性啦，咁去提升翻義工咧同佢哋相處嘅技巧同埋溝通嘅方法嘅。咁完成咗呢個訓練之後咧，參加者咧係需要幫手咧老有所為計劃嘅活動，咁所以呢個活動咧都係由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嘅資助嘅。好，第33個活動就係奇樂操，咁啊由女姑娘負責嘅，咁啊8月18號啦，同埋25號星期二，時間係下晝2點9至3點9，明麗樓禮堂，咁啊中心會員名額15位，費用全免，咁啊透過椅子舞啦，一齊嚟訓練下手腳協調啊，咁啊訓練埋個腦筋，咁啊希望咧延緩呢個患上認知障礙症啦，或者認知功能衰退嘅情況嘅。好，第34個活動就係健腦精靈工作坊，嗱由郭姑娘負責嘅，8月25號星期二。
上晝10點至中午12點，咁地點咧喺明麗樓禮堂啦同課室嘅，咁啊主要咧係懷疑有輕度認知障礙症，或者覺得早期有啲腦退化嘅會員啦，咁啊名額15位嘅，咁啊費用全免嘅。咁呢個活動咧主要係由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賽馬會、智康健腦退化檢測及社區支援計劃嘅派人嚟到中心，咁啊為參加者咧就講解下同埋認識下乜嘢認知障礙症啦，介紹下智康健啦嘅計劃啦，同埋進行呢個中大嘅網上認知測試啦。好，跟住咧35嘅活動就係、如何運用呢個 Google 嘅表格啦，即係上網入面一啲表格係啦，咁咧咁啊負責姑娘係女姑娘，咁啊8月31號星期一嘅，咁就係10點至11點，明麗樓課室，中心會員名額10位，費用全免，咁就想大家認識下呢個 Google 嘅表格嘅操作，同埋解決日常生活使用遇到嘅問題啦，令大家咧都掌握而家用緊啲咩嘅表格係啦，網上表格，咁有興趣亦都可以報名嘅。咁今日嘅活動咧就去到呢度啦，係啦，好，多謝咁多位。